唔想等長假期飛一行，玩單板已經3年啦。為咗紀念呢個特別日子，我揀咗最近深圳新開嘅新室內滑雪場，嚟一場屬於自己嘅儀式感之旅。由香港出發，彷彿只係一首歌嘅時間，我就係一個熟悉嘅城市，穿越到一片純白嘅冰雪世界。一踏入去，更衣室嘅動線設計得好貼心，連裝備都暢順過人。最令我感動嘅就係場外竟然有單雙板分流雪道。對於我呢啲仲係努力練習緊單板嘅愛好者嚟講，終於可以專心練習，唔使再驚四方八面嘅魚雷，嗰份安全感真係不難以形容。坐上纜車緩緩上升，望住腳下嘅雪道，諗翻起3年前嘅自己，由雙板轉單板，唔單止係放開雙手咁簡單，而係一個由零開始重新學習企穩嘅過程。喺無數次沙行之中，慢慢揾翻身體嘅重心，嗰份感覺好美妙，就好似人生一樣。我哋做玄學顧問成日講平衡，而係一個跌跌碰碰之中不斷尋找嘅動態過程。上到山頂，對於我呢啲仲需要少少時間準備嘅人嚟講，每次落纜車都係一場小嘅挑戰。場內得一間餐廳，而且全日表又唔開自由出入，你行程少咗彈性。不過呢個小瑕疵又何嘗唔係旅程嘅一部分，提醒我哋冇嘢係完美，最重要享受當下。經過3年嘅練習，終於可以喺中級道上畫出屬於自己嘅節奏，嗰份得來不易嘅平衡感，就係最好嘅3週年禮物。留言同我分享你個故仔，我哋交流交流。